大家好，我係美春。首先我聽講香港有大火，真係好擔心，希望大家平安。今日係11月30號，呢排真係好忙，超級忙，所以有陣時都冇時間執片。其實我學廣東話8個月啦，但係呢排忙到冇乜時間讀書。不過我都有 keep 住，每日都讀少少。有時都會覺得好悶咁啊！如果你哋有啲好用嘅讀書方法，記得喺留言度分享下畀我啦。跟住除咗呢啲影片之外，我都想拍下餐料靠日本介紹咁樣，或者 Q&A 咁嘅片。如果你哋有咩想睇，或者有咩主題想我講，記得話畀我知啊。跟住如果呢度啲發音唔啱，麻煩你具體啲教我，會好幫到我。係咁先啦，拜拜，早唞。跳絕如每粒細碎微塵，散發陣